高雄学校连续3年发现混交婴来做收来生卵，今年因为这招收有较低，学校就甲野鸟学会合作采摄影机，伫咧网络直播记录混交婴孵卵的过程。16早起9点外，混交婴的鸟母雄雄徛起来看受底卵，原来是第一粒卵的鸟仔囝要出世咯。遮尔珍贵的画面，拢个直播的镜头记录落来。这是南部地区第一摆有人做混交婴孵卵的直播，而且这个鸟仔收就伫高雄一间学校边啊。老实讲，这对混交婴连续3档拢来学校做收，因为这摆做收的所在袂伤悬，角度更好，伊才联络高雄市野鸟学会来做直播观察。那这一次我们可以从孵蛋的时候开始做，我觉得蛮特别的啦。大部分学生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老鹰怎么都市啊或学校可能会有老鹰这样，甚至很多老师也不觉得那个老鹰会出现在都市里面。拄出世的头只鸟仔囝有白白幼萌，看起来真古锥。这摆直播对初十开始，对做收生卵孵卵，鸟仔囝出世拢会当看到。毋那将老师利用直播画面上课，线顶观看人数也超过700人。高雄市野鸟学会讲，因为混交婴孵卵的时阵真惊人吵，所以地点无公开。等到第2粒卵孵出来，大约1、2个月，鸟仔囝就会离开鸟仔收。以进前的一寡研究来看，可能差不多伫迄35天至40天了后，伊就会离开。但是今年阮咧看这show的时阵有一件代志足趣味的，就是去年的鸟仔囝，今年爸爸妈妈已经做show啊，结果去年的鸟仔囝佫飞伫边仔看，所以有可能嘛是拢要个伫附近遐伫遐生活。二级保育类的混交婴是少数会伫都市做收生团的婴仔。学会表示，头摆直播看到民众环境遮尔好，而且可以当互大家对因有更较深的认捌，感觉这摆直播真有价值。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。